Question 7， 對照啟示錄嘅其他順序平衡記載，第5號、第6號來自天海地嘅爭戰，兩方參與嘅角色係邊啲人呢？喺今日嘅主打經文啟示錄12章裏面咧，我哋見到上帝嗰方咧有3個重要角色嘅。第一個就係米迦勒，第二個就係佢嘅使者啦，即係天使啦。第三咧就係被提到天上嘅男孩子，又稱為被提到天上嘅雙印記戰士，而且呢一個角色成為天上爭戰徹底打贏嘅關鍵。而魔鬼方咧就有大紅龍啦，即係路西弗撒旦嘅本體嚟嘅。另外咧就係佢嘅使者，喺以弗所書6章12節咧講到咧喺天上屬靈氣嘅惡魔咧就係嗰啲執政嘅、掌權嘅、管轄者幽暗世界嘅，就係但以理書咧所對應嘅希臘魔軍同埋波斯魔軍。從呢啲記載咧，好可能係每一個嘅國家嘅屬靈天空咧，都有相應嘅魔軍嘅。呢啲就係撒旦喺天上嘅使者，他的使者，撒旦路西弗同埋呢啲喺天空屬靈氣嘅魔軍，攪擾咗人類歷史好耐㗎喇。就係大龍同埋佢嘅使者，終於喺嗰一日就一同從天上被打落嚟，於是天界自此成為完全戰勝區。聽聽呢段經文啦。啟示錄12:9，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撒旦同天上嘅眾魔軍咧，終於被打到地上啦。而喺地上咧，上帝都預備咗幾班嘅戰士噶。我哋睇睇上帝方先。第一就係兩個見證人，就係以利亞預表先知啦，同埋摩西預表律法嘅。第二班人咧就係喺地上嘅144000流地嘅戰士，額上係有神嘅印記噶。喺第5號嘅時候咧，係特別被保護嘅地上雙印記戰士。第三班人就係教會嘅弟兄，弟兄勝過他係因為羔羊嘅血同埋自己見證嘅道，他們雖至於死，也不愛惜性命。呢三班人加起嚟咧，可以咁講係地表上嘅最強戰力啊！以利亞同摩西啊，係可以隨時有呼風喚雨、控制水火嘅神蹟能力。144000地上嘅雙印記戰士帶領住世上嘅眾教會進行前所未有嘅復興，並帶領住教會嘅眾弟兄喺全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雖至於死，卻不愛惜生命咁樣去見證羔羊嘅血。而魔鬼方咧，啱啱喺天上被打到地上，撒旦同嗰啲本來喺天上嘅魔軍咧，就成為落難英雄，唔係落難狗熊。於是咧，撒旦嬲到癲咗。我哋睇睇以下經文。啟示錄12:12，諸天和住其中的，你們都快樂吧！只是地與海有禍了，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，就氣憤憤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。呢段經文咧，俾我哋睇到咧，住喺天界嘅生物咧就好開心啦，因為咧唔需要再見到撒旦同埋天上嘅魔軍咧，再喺度篤眼篤鼻。但係地球即係地和海啦，就大鑊咯，因為魔鬼知道自己嘅時候無多。於是又決定晒冷，聚集魔界所有嘅最強戰力，嚟一次最大規模嘅反抗。啟示錄俾我哋見到咧，地球上即係地同海啦，自第5號開始就打到七彩噶啦。點解係第5號開始呢？啟示錄9:1，第5位天使吹號，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，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。路西弗係撒旦嘅別名，意思即係明亮之星。喺第5號一開始啊，就見到一粒星
從天落到地上。呢粒星好可能就係呢粒明亮之星路西弗。就係因為撒旦從天上被打落嚟嗰一刻咧，攞咗條鎖匙，呢條鎖匙叫做無底坑嘅鎖匙。撒旦路西弗嚟到地球就攞住呢條無底坑嘅鎖匙，就開咗無底坑，於是就有一隻墮落天使出嚟啦，就係亞波倫。亞波倫係無底坑嘅王嚟㗎，統管住千千萬萬嘅屬靈蝗蟲，會喺第5號嘅時候咧，大規模咁樣折磨人類。但係有一個好消息，如果任何人能夠進入144000嘅行列，額上有印者就會被天使所保護。喺7年大災難嘅前3年半咧，因為係教會大復興緊啊。咁啊，以利亞、摩西地上嘅雙印記戰士，仲有教會嘅弟兄咧嘅戰力係唔惹少嘅。撒旦路西弗咧有必要咧喺最短嘅時間內咧 call 齊所有嘅黑暗靈界勢力。於是咧喺第6號嘅時候咧，就喺幼發拉底河就釋放4個墮落天使，稱為幼發拉底大河嘅4個使者。我哋所信嘅神咧係三位一體嘅，天父、基督同埋聖靈。咁魔鬼就冇乜創意嘅，都係玩呢個三位一體，佢就真係冇乜創意嘅，因為咧下下都係抄神嘅。魔界嘅三位一體，大紅龍、敵基督、假先知。魔界嘅三位一體咧，背後嘅屬靈來源咧，大紅龍背後就係墮落天使路西弗，而敵基督背後嘅靈原來就係墮落天使亞波倫。一陣間會俾經文大家。而假先知背後係邊一隻墮落天使呢？耐人尋味吓。原來以諾書係有啲 hints 嘅。以諾書咧係喺死海古卷裏面經常見到嘅聖經注釋嚟嘅。雖然唔係正典，但係咧喺耶穌出生幾百年間，非常受猶太嘅愛色尼派所注重嘅。啟示錄9:11，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，按着希伯來話名叫阿巴頓，希利尼話名叫阿波倫。啟示錄12章12節啦，講到撒旦氣沖沖被逼離開天界啦，所以地和海有禍了。地和海點樣有禍法呢？原來第5號係針對海嘅，第6號係針對地嘅。我哋詳細睇睇下。地和海有禍了嘅第5號關於海。喺古希伯來人嘅觀念裏面咧，原來海同埋無底坑咧係連埋一齊嘅概念嚟噶。無底坑嘅原文70字譯本咧，譯做海、深淵或者地嘅深處。無底坑喺海裏面咧，亦都體現喺啟示錄嘅11章7節同埋啟示錄嘅13章1節噶。啟示錄11章7節嘅那無底坑出來的獸，即係亞波倫啦，同埋啟示錄13章1節嘅一個獸從海中上來，即係敵基督啦，係互換噶，係視為同一隻獸嚟噶。所以海同無底坑可以指同一個地方。頭先我講過啦，無底坑嘅原文70字譯本翻譯咧，就係海、深淵或者地嘅深處。咁我嘅理解就係海好有可能就係無底坑嘅出口，因為無底坑咧係喺地嘅深處，海又喺地上面噶，好似呢幅圖咁。好，大家聽聽關於無底坑嘅呢節經文啊。路加福音8:31，污鬼央求耶穌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坑去。當年耶穌趕逐污鬼嘅時候咧，污鬼央求耶穌，叫耶穌唔好判佢落無底坑啊。嗱，可以見到咧，無底坑係懲罰一部分污鬼嘅地方。咁當然亦都暗示咧，另外有一部分污鬼咧就喺地上遊蕩嘅，就唔使喺無底坑裏面嘅。所以東南亞嗰啲養鬼仔啊，一啲嘅邪靈上身呢啲嘅事件咧，背後嘅靈好有可能就係呢一班喺地上走嚟走去嘅污鬼。
咁啊，無底坑王亞波倫其實係邊個咧？其實亞波倫咧，可能大家唔係好熟啦。不過我講亞波羅咧，就應該大家好熟噶啦。喺香港咧有隻雪糕咧就叫亞波羅嘅，就係太陽神嘅意思。亞波倫即係亞波羅啦，係希臘嘅太陽神嚟嘅。羅馬皇帝竇米先正正係敬拜呢一個希臘嘅亞波羅太陽神，而且自稱咧係亞波羅嘅化身。而蝗蟲正正就係亞波羅嘅象徵之一。呢個自稱係太陽神嘅羅馬皇帝竇米先呢，亦都係流放約翰去到拔摩島期間嘅皇帝嚟嘅。啟示錄講到第5號靈界蝗蟲嘅形狀好似出戰嘅馬一樣，頭上咧好似有金冠面，個樣咧好似男人嘅面，個頭髮好似女人嘅頭髮，牙齒咧就好似獅子嘅牙齒，尾巴似蠍子㗎，尾上嘅毒係可以傷人5個月。咁啊，呢一批靈界蝗蟲嘅阿頭咧就係亞波倫。順帶一提啦，舊約嘅巴力都係太陽神嚟㗎。咁啊，其實崇拜太陽咧喺古代好多個民族都會做嘅嘢嚟㗎。所以咧，太陽神呢個邪靈咧係自古以嚟嘅一個大邪靈。呢隻墮落天使咧嗰個戰鬥力都係超群嘅，因為咧前3年半結束嘅時候，強如以利亞同摩西啊，都係俾亞波倫即係無底坑上來嘅獸殺咗嘅。連魔鬼撒旦啊都未必殺得到嘅2個見證人，居然亞波倫做到。啟示錄11 7-8，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，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，並且得勝，把他們殺了。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。好，到地和海有禍2第6號，關於地㗎喇。啟示錄9 14-16，吩咐那吹號的第6位天使說：把那捆綁在幼發拉底大河的4個使者釋放了。那4個使者就被釋放，他們原是預備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1/3，馬軍有2萬萬，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。啱嗰段經文咧講咗4個被捆綁喺幼發拉底河嘅墮落天使。咁啊，聖經正典咧就冇清楚交代呢4個墮落天使係邊個。不過咧，以諾書咧係講咗一啲 hints 俾我哋嘅。以諾書咧就唔係聖經正典嚟嘅，但係點解值得參考咧？除咗死海古卷裏面有好多以諾書嘅殘卷之外啦，原來新約作者彼得同埋猶大咧都有直接引用以諾書噶。睇睇呢2段經文啦。彼得後書2:4，既然神沒有寬容犯了罪的天使，反而把他們掉在地獄裏，囚禁在幽暗中等候審判。猶大書1:6，至於那些不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，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扣留在黑暗裏，等候大日子的審判。彼得後書嗰段經文咧講到咧，犯咗罪嘅天使咧被神丟到陰間嘅最深之處，囚禁等候審判。而猶大書咧就講到啲唔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嘅天使咧，就被鎖鏈鎖喺呢個嘅黑暗裏面等候審判。而呢2段經文咧係有以諾書嘅事件作為背景嘅，就係講到咧洪水以前嘅世界，創世記6章2節，神的兒子即係天使啦，見到人嘅女子嘅美貌就隨意挑選，娶來為妻。於是天使與人類雜交，就生咗一啲上古英武有名嘅巨人。既然聖經嘅正典咧都係引以諾書嚟講述墮落天使嘅下場，而舊約正典咧多次嘅提及當時嘅迦南地咧係有巨人嘅存在噶。縱然咧我哋唔可能將以諾書當係正典咁睇，因為以諾書唔一定係無誤噶。因為我個人相信咧正典係神所默示嘅，係原稿無誤嘅。
但係以諾書所記載呢個事件嘅真實度咧，我認為係可靠嘅。我覺得可以當以諾書係當時古代嘅聖經注釋咁睇啦。以諾書並唔係神默示嘅說話，所以並唔係神默示話語以內嘅內證，但係可以視為其中一個參考外證嘅詮釋。內證與外證詮釋依次如下：一、聖經嘅正典，即係神嘅默示，做內證，做以經解經；第二，聖經提示嘅外典參考；第三，大自然嘅創造發現。喺以諾書10章4到5節咧，揭露咗4個使者之中其中一個身份，就係山羊神亞撒舍勒。以諾書10:4至6，我主叫你去捆綁亞撒舍勒，並將他拋進黑暗中，裂開沙漠中的坑，將他扔進去，並在他上面鋪上粗糙尖利的石頭，讓他住在黑暗中，永遠蒙受遮蓋。喺第6號，4個喺幼發拉底河釋放嘅使者其中之一，好有可能就係亞撒舍勒 Azazel。亞撒舍勒就係洪水前帶領200個不守本位嘅天使去到黑門山，去揾一啲嘅漂亮嘅女子交合，然後生下巨人。亞撒舍勒就係呢次叛變嘅阿頭。以諾書講到要將亞撒舍勒綁起，然之後就係扔入沙漠中嘅坑。而幼發拉底河嘅沿岸咧都有唔少沙漠地帶嘅，而呢隻從地出嚟嘅獸就係亞撒舍勒。啟示錄咧講過有3個獸嘅，一個就係無底坑上嚟嘅獸，第二個就係海上嚟嘅獸。而無底坑上嚟嘅獸同海上嚟嘅獸咧係指同一隻獸嚟噶，另外一隻獸咧就係從地上來的獸，即係地獸，佢有2角如同羊羔，說話好像龍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喺第5號嘅時候，撒旦喺海裏面咧就係召喚咗海獸亞波倫出嚟，而喺第6號嘅期間咧，亦都釋放咗地獸亞撒舍勒。而亞撒舍勒 Azazel 唔單止喺以諾書出現過，其實聖經嘅正典利未記16章都出現過亞撒舍勒嘅。我哋可以睇睇利未記16:9，亞倫要為那2隻山羊抽籤，1籤歸給耶和華，1籤歸給亞撒舍勒。原來亞撒舍勒喺原文有山羊、強壯、神嘅意思嘅，所以呢段經文咧有一種解說嘅，就係指獻祭嘅人嘅罪要歸翻俾亞撒舍勒呢一隻嘅邪靈。呢隻邪靈咧喺歷史上咧都係搞震嘅。我哋睇睇歷代志下11章15節啦。歷代志下11、15，耶羅波安為邱壇，為鬼魔，為自己所鑄造的牛犢設立祭司。呢段經文講到咧，耶羅波安為鬼魔，鬼魔嘅原文就係公山羊，就係呢隻公山羊迷惑北國以色列去拜自己所鑄造嘅牛犢噶。咁啱咧，公山羊有2隻角，牛犢又係2隻角。呢隻公山羊神係當年迷惑北國10個支派，使到佢哋離棄神嘅大鬼魔嚟嘅。喺7年大災難，魔鬼嗰邊咧有一個狠角色出現噶，亦都係2角如同羊羔嘅。聽下呢段經文。啟示錄13:11，我又看見另一個獸從地中上來，有2角如同羊羔，說話好像龍。從呢段經文咧，我哋睇到咧呢隻邪神個形態正正就係山羊神。呢隻2角地獸咧說話像龍嘅，呢個大邪靈附喺假先知嘅身上，迷惑列國。撒旦教咧有啲典型標誌嘅，其中一隻標誌咧就講到呢隻邪靈嘅，就係賭5王嘅內山羊啦。咁見到呢幅圖咧，就係撒旦教嘅創辦人啦，一個倒立嘅5芒星咧，裏面隱藏咗隻有2隻角嘅公山羊。
嚟做呢幅相嘅背景。喺下一節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評論區度留言討論以下問題啊！如果你係144000行列嘅一員，兩個屬靈戰場，一個就係天上嘅屬靈戰場，另一個係地上嘅屬靈戰場，兩者之間你必須揀一個嘅話，你會揀邊個戰場呢？ Question 8，魔鬼方嘅三位一體，佢哋係邊個呢？魔鬼方嘅三位一體嘅第一魔格，當然就係大紅龍啦。佢係七頭十角嘅，又叫撒旦，又叫路西弗，亦都係第5號嘅星落在地上，因為佢係明亮之星。而第二魔格就係海獸啦，佢同第一魔格好似嘅係十角七頭，第一魔格係七頭十角，第二魔格係十角七頭，前後彼此調轉，又叫做無底坑上來嘅獸，又叫做敵基督，又叫做阿波倫太陽神。啟示錄13:1，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，有十角七頭，在十角上帶着10個冠冕，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。啟示錄11:7，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，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，並且得勝，把他們殺了。從上面嗰兩段經文呢，我哋睇到呢，其實係同一隻獸嚟噶，所以敵基督嘅靈就係墮落天使阿波倫嘅靈。第三魔格地獸假先知，根據以諾書嘅牽涉，極有可能係亞撒舍勒。點解極有可能呢？因為以諾書並唔係神默示嘅正典，可以視為一個比較可靠嘅參考。啟示錄13:11、13至14，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，有兩角如同羊羔，說話好像龍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。他因賜給他權柄，在獸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。啟示錄19:20，那獸被擒拿，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與獸同被擒拿。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。啱啱嗰段經文講到呢，7年大災難完結啦，獸敵基督被擒拿，假先知同樣被擒拿，兩隻嘢被生勾勾咁掉入燒住硫磺嘅火湖裏面。我哋再參考下聖經舊約注釋以諾書嘅10:6啦。以諾書10:6，在大審判來到他亞撒舍勒面前之前，永遠蒙受遮蓋。當審判來臨之日，他將被投入火中。原來亞撒舍勒喺審判來臨之日係要被投入火中嘅，所以結合啟示錄19:20節同埋以諾書10:6節，好可能被投入火湖嘅假先知就係亞撒舍勒。咁啊，呢幅圖咧見到鬼魔嘅三位一體啦，撒旦咧係來自天上嘅，阿波倫咧係來自無底坑，即係海啦。可能性甚大嘅亞撒舍勒咧來自陰間嘅深處，即係地啦。天海地最強戰力盡都出動。俾個參考大家，2024年嘅巴黎奧運嘅開幕式咧有3個假神嘅喎。左邊藍色嗰隻就係酒神啦，中間肥肥地嗰位女士咧，後面好似有個太陽咁嘅，右邊咧有公牛犢啦。喺開幕式當日咧，的確有向呢隻公牛犢做敬拜嘅儀式嘅。Question 9，對照啟示錄嘅其他順序平衡記載，地卻幫助婦人，開口吞了從龍口中吐出來的水，係描述咩事件呢？邊個可以救婦人呢？喺災中時期咧，能夠救婦人嘅，應該就係2個見證人啦。2個見證人以死抵抗世界之主，
世界之主即係世界嘅神，即係撒旦，喺哥林多後書4章4節咁講嘅。我哋聽聽兩個見證人被殺嘅經文啦。啟示錄4:6-7，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，兩個燈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，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。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，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，並且得勝，把他們殺了。喺啟示錄12章嗰度講呢，地會裂開㗎，從龍口中救咗婦人。地裂開呢，比較諗起呢舊約時代可拉叛變事件，地裂開，可拉同佢同黨活活墜落陰間嘅場面。喺第7課呢，我會進一步探討呢件事會唔會同陰間扯上啲關係呢？咁喺呢課呢，我賣個關子先啦，如果唔係就會太長啦。Question 10，喺1載、2載、半載期間，即係後3年半啦，其餘嘅兒女預表啲咩人呢？我相信呢，就係錯過咗第一次、第二次被提嗰班 left behind 聖徒，因為仲未夠成熟，所以要繼續與龍爭戰。所以呢，當早熟者、遲熟者同熟透者，究竟做邊一批着數啲呢？我覺得呢，越早熟嘅呢，得勝嗰個嘅 level 應該越高嘅，因為就算大家都係得勝，都應該有分 level 嘅，係大王定係細王。嚟到第5章嘅總結啦，第6印男孩子先熟者被提，然之後就有2刻嘅禱告啦。哇！突然間有啲弟兄唔見咗喎，大家就開始警醒禱告啦。然之後天上吹響第1號，7年大災難正式開始。以利亞同佢個朋友仔加雙印記戰士喺教會大復興期係穩佔上風嘅。去到第5號一開始，撒旦俾天上嘅米迦勒同埋男孩子打咗落嚟。被打落嚟嘅時候呢，撒旦發現自己個袋呢有條無底坑嘅鎖匙喎，似乎天無絕軌之路啊！撒旦呢先去咗無底坑呢，就 call 咗佢個朋友仔亞波倫上嚟啦。然之後就吹第6號咯，釋放埋伯拉大河嘅4個使者，其中一個阿頭呢，就係亞撒舍勒。呢段第6號嘅時期呢，全球會死1/3人嘅。前3年半夠期啦，2位見證人呢以死抵抗，海獸亞波倫戰力強大啊，就將2個見證人 KO 咗。教會呢冇咗2位見證人呢，就開始受嚴重嘅逼迫，唯有等吹角節嘅到嚟。吹角節就吹出第7號，大規模嘅得勝者被提。呢批應該係最大規模嘅被提嚟㗎啦。如果你仲未被提成為 left behind 嘅話呢，都唔好氣餒，你會成為其他兒女，與龍繼續爭戰就係你嘅命定。下一課預告，被提7雷嘅奧秘，會透露多啲關於被提嘅可能 inside tips。闪光，得胜的人醒来不再看藏，活着的人也一起飞翔，我们将相会在天上的殿堂，那一刻我们都将会明白，为何曾经历经如此艰难，因为我们终将见到他的面，所有的梦想再次兑现。
歡唱永遠的歌謠，與嫉妒相會，心中滿是歡笑。那一刻我們都將會明白，為何曾經歷經如此艱難，因為我們終將見到他的面，所有的夢想再次兌現。因為咧我係拆解緊啟示錄啊，屬於神隱秘事嘅範疇啦。咁我想戴翻個頭盔先，鼓勵神師明辨嘅聲明。一，傳統上咧災前、災中、災後嘅被提論咧都有經文根據㗎。如果運用實義釋經原則以經解經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平衡到三種觀點嘅經文嘅。咁我哋認為咧，得勝者分批被提咧，似乎係最能夠平衡三種唔同觀點嘅。第二，本頻道咧對啟示錄嘅拆解 structure 咧，到最後係咪真係咁應驗咧？係發生咗之後先知道㗎。研究聖經預言咧係一個 questing journey， 係一個尋找嘅旅程。呢個頻道咧主要係示範用實義釋經原則，嘗試盡量按正義嚟拆解啟示錄嘅經文嘅，以提供 suggested answers only。三，研讀啟示錄咧唔係要預測主嘅日子，而係要明白神喺末世嘅整體計劃，以達到盼望復興啦、信徒警醒同埋追求得勝嘅目的嘅。去到 C 啦 ，commitment。咁啊，呢段禱文咧係幫我哋可以重新決志，同埋重新立志做一個得勝、過豐盛生命嘅基督徒。喺下一課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討論以下問題啊。點解魔鬼嗰一邊咧要學上帝一樣三位一體呢？我哋呢個以經解經實義釋經頻道咧，算係比較新，需要你嘅留言討論啦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㗎。特別係你嘅留言討論啊，相信能夠啟發到我咧，日後製作啲咩內容俾大家。